他曾經係30歲嗰年，好肯定咁覺得自己嘅人生已經行到盡頭，唔係生命嘅盡頭，係愛情嘅盡頭。嗰陣佢啱啱結束咗一段長達7年嘅感情，將到體無完膚咁同自己講，30歲過後就冇人要啦。之後個20幾年，佢成為全香港最出名嘅黃金剩女之一，鏡頭前嘻嘻哈哈，廣播裏面妙語連珠，拒絕無數聽眾過晒每個朝早。然後係55歲呢一年，佢毫無預警咁掟咗2枚震撼彈，離開效力咗31年嘅商業電台，共捱跌坑。呢2件事是但拎一樣出嚟都夠晒做娛樂版頭條，而係短短2個月內將2粒炸彈接連引爆。2025年10月10號，一個普通到唔能夠再普通嘅星期四朝早，阮小儀係同森美主持嘅長壽節目《早霸王》入面，若無其事咁宣布自己已經辭職。消息嚟得毫無先兆，聽眾即刻炸哨，業界一片譁然。效力商業電台31年，同森美拍檔16年嘅王牌節目《早霸王》，話唔做就唔做。佢最後嘅工作日頂係10月31號。佢喺節目入面強調，辭職唔關健康事，積蓄夠晒生活，只係想行開下，投入人生另一條航道。不過真正嘅原因，要到幾個月後佢先肯講出嚟。佢爸爸前1年身體突然有事，呢個係佢心目中一直好似鐵人咁嘅男人，突然間要住1個月醫院。身為獨女，佢第一次感受到各種巨大嘅恐懼同無力。電台嘅工作雖然冇佔用佢太多時間，但無形嘅壓力纏住佢嘅情緒。佢同自己講，不如放棄穩定嘅收入，換取多啲陪伴家人嘅自主權。2025年10月31號，小儀最後一日開咪，早霸王最後一集，16年嘅歷史任務正式完結。佢喺節目入面有笑有喊，含住眼淚多謝森美成就咗自己好多可能性。森美都喊埋，佢話自己阿媽嗰年都病咗。小儀嘅離開令佢重新諗過人生方向，甚至一度諗過一齊離職。嗰個朝早，香港失去咗佢最熟悉嘅一把聲音。然而，仲未等聽眾從離別嘅傷感中回過神嚟，更大嘅震撼嚟到。2025年12月25號，聖誕節，阮小儀喺社交平台上面毫無預警咁發佈咗一張相，一男一女嘅手指輕輕掂埋一齊，兩指無名指上面帶住閃靈靈嘅分界。佢寫道：2025年對我嚟講係一個好年份，多謝你令我人生下半場更精彩。亦想同愛我嘅你哋分享，多謝你哋滿滿嘅祝福，聖誕快樂！全城譁然，呢個被媒體同公眾貼咗20幾年黃金剩女標籤嘅女人，竟然係55歲呢一年，靜雞雞咁將自己嫁咗出去。佢老公係邊個？外界瘋狂猜測。小儀一貫低調作風，對另一半嘅身份極度保密。佢只係訪問入面笑住形容老公嘅外貌。冇彭于晏感情，但靚仔過伊甸女將安。外界盛傳男方做汽車業務，有媒體甚至形容呢單婚訊引發咗全城測夫嘅熱潮。直到2026年5月，東周刊終於獨家捕捉到呢位神秘老公嘅真面目。報道直擊小儀完成演藝學院嘅舞台劇之後，火速飛奔上老公嘅愛車，兩人之後揸車去尖沙咀。呢位好好先生身穿白恤衫，外形高大威猛，比小儀足足高出成個頭。佢親自化身專屬司機接送老婆收工，仲細心咁幫佢拎重嘢。好友森美同金剛都大讚兩人係天作之合。小儀後來喺方健儀嘅 YouTube 節目《女人謊言》入面，很有咁講到呢段婚姻。佢坦言曾經諗過唔公開分進，掙扎咗好耐，係有好朋友提醒佢，如果為咗維持工作形象而隱瞞已婚事實，對一直支持佢嘅人並唔公平。佢同另一半商量之後，決定係聖誕節嗰日公佈，當作送俾大家嘅聖誕禮物。至於點解係呢個人，小儀話對方有一個驚訝嘅優點，同佢一齊嘅時候，佢可以好聽。以往嘅感情入面，佢總會唔自覺咁做啲做作嘅事，刻意咁扮靚。但係而家嘅老公面前，佢完全唔使任何偽裝，由相處初期就有一種自然而然嘅家人感覺。呢種極致嘅舒服同安心，
係佢決定託付終身嘅關鍵。回望小儀嘅感情路，可謂一波三折。佢曾經喺節目入面自嘲命中好似中咗第三者咒語。最痛嘅一段係30歲嗰陣同出版社 CEO 黃志輝嘅一段7年感情，兩人一度傳出計劃結婚，最終卻因為對方多次出軌，涉及第三者而分手。佢花咗好長時間療傷，直言係人生中最深嘅一道傷痕。佢話：我次次都衰俾第三者拎嚟。2016年，佢仲同余文樂傳出姐弟戀，轟動一時。兩人因為合作節目互動頻密，被影到舉止親昵。不過余文樂隨即出嚟否認，澄清只係朋友關係。小儀就以一貫嘅幽默回應：我覺得呢單新聞好好笑，我要多謝佢賜個余文樂俾我。好長一段時間，小儀同成班同樣單身嘅朋友互相扶持，佢哋甚至認真咁一齊計劃身後事，互相寫好平安紙遺囑，連將來喪禮嘅扶靈名單都分配好。如今諗翻嗰段日子裏面嘅灰心同絕望，真實得令人心痛。除咗感情歸屬，公眾同樣關注嘅係呢位圈中小富婆嘅身家。阮小儀多年嚟被形容為娛樂圈低調嘅隱形富婆，除咗電台主持工作，佢仲涉足電視節目、出書同經營食肆生意，年收入過百萬，據傳身家至少累積超過1000萬。早喺2016年，佢就被媒體影到揸住一架價值約34萬嘅奧迪私家車，翻去位於薄扶林、價值近1000萬嘅海景豪宅。個單位如今已經進一步升值。佢仲試過多次創業，開過家私鋪，又開過車仔麵鋪、麵店。可惜近年相繼結業。佢更試過分享一次瘋狂購物經歷，喺拍節目放飯期間，因為購物欲旺盛，竟然喺金剛陪同下職場拍板買咗一架車。呢種豪爽程度令人嘩然。有傳媒分析，正係呢份厚實嘅家底，俾咗佢裸辭嘅底氣。辭職之後，佢曾笑言：我離開咗唔使加油，而家可以嘆我嘅人生。講到呢度，不得不提一段往事。小儀職業生涯中最大嘅一次風波，個係好多年前嘅事。佢同森美因為喺某個節目入面失言，引發巨大爭議。事後兩人公開道歉，並接受咗商業電台嘅紀律處分，節目停播2個月，兩人挺身留職2個月，期間唔可以接受任何新嘅兼職。個係佢廣播生涯中最黑暗嘅2個月。左硬，兩人之後合作主持嘅無線電視綜藝節目16/15得以繼續，後來嘅千奇百趣系列亦大受歡迎。嗰段經歷令佢明白，喺呢個行業入面，一句話可以成就你，一句話亦可以毀咗你。除咗事業上嘅風波，私生活方面佢都經歷過令人唔舒服嘅時刻。2024年10月，小儀喺社交平台出文，指自己返薄扶林寓所時，喺升降機入面被人偷拍。佢描述當時同一個身材微胖嘅女士同自己忙住睇 WhatsApp 冇留意，後來發現對方嘅手機鏡頭一直拗向佢嗰邊。佢喺鏡入面發現之後，對方即刻轉翻手機版面。小儀很有感動怒，張文話：我感到唔舒服，呢件事令佢深刻體會到，作為公眾人物，即使翻到自己住嘅屋苑，都冇辦法享有完全嘅私隱。小儀對阿媽嘅態度亦一度引發討論。作為家中獨女，佢曾經喺訪問入面坦言，阿媽喺佢面前表現得好軟弱，喺爸爸面前就扮堅強。爸爸住院期間，阿媽唔明白發生咩事，反而問翻佢，而佢自己都束手無策，要打電話問森美，各種無助感，只有經歷過嘅人先會明。至於外界爭傳言佢介意母親身份，更準確啲講，佢介意嘅係自己冇辦法保護家人免受公眾目光嘅騷擾。佢喺訪問入面講得好清楚，我係電台、電視台、電影，我係阮小儀。但我放工之後，我嘅私生活，我係阮佩儀真名，我嘅生活係普通人，我身邊家人都係普通人，我就低調處理佢哋。呢句說話既是對媒體嘅回應，亦是對自己嘅提醒。健康方面，小儀係離職前曾經做身體檢查，自爆3高指數告急，呢個或者都係佢決心離開電台
放慢生活節奏嘅原因之一。告別咗31年嘅晨間節目，佢終於可以唔使再凌晨爬起身準備開咪。離開商台之後，小儀嘅事業並未停歇，佢迅速轉型，進軍 KOL 界，開設咗個人 YouTube 頻道阮小樂園。頻道短短3個月就強勢突破10萬訂閱。佢仲積極接下司儀工作，並參演舞台劇《關於那只歸回魂的故事》，同 Mirror 成員 Lokalman 等演員朝夕相對7個星期。佢笑言自己意外獲得咗家人，工作排山倒海，連生日當日都有公允上門。佢笑話冇理由有錢唔揾。婚後嘅小儀更唔中係社交平台大晒老公視角嘅住家飯相。2026年1月，佢分享咗自己親手包餃子嘅相，買咗餃子皮、菜、肉等餡料，包咗豆苗餃子同泡菜餃子，每款10紙。相入面可見2個碗、2對筷子，一對藍色，一對粉紅色。網民紛紛留言：靚太廚房，賢良淑德，你嘅男人真幸福。然而，人生嘅悲歡總是交織。2026年6月23號，小儀喺社交平台發佈噩耗，陪伴佢13年零9個月嘅愛犬細佬佬，係當日朝早大約7點30分，喺佢嘅懷抱中安詳離去。佢嘅頭部挨住佢嘅左邊頸側，心跳漸漸停頓。小儀寫道：呢啲係老仔同姐姐最好嘅福分，無需要打針，針送你，冇令你辛苦好耐。姐姐只好安然接受生命最美呢刻嘅感覺。佢心情稱呼愛犬為管家社。之前細佬佬已因心臟腫瘤末期多次出入醫院。小儀係圈中出名嘅愛狗之人，另一子愛犬 DD 已於2019年6月病逝，陪伴咗佢15年。如今2子愛犬都已離去，佢喺朋友幫助下，特別從台灣訂製咗一個木盒溫放2頭愛犬嘅骨灰。木盒上面有小樹裝飾，並寫有 DD 及細佬佬嘅離世日子。小儀話：好似一切都安排好咁樣，朋友幫我喺台灣訂製嘅小盒仔，竟然快到尋日已經到港，時間絕對係啱啱好。佢將2頭愛犬嘅骨灰溫放埋一齊。冇生育計劃嘅小儀，一直視愛犬為家人，丈夫都無及烏幫手照顧，分擔重擔。回顧阮小儀嘅一生，1970年11月23號出世，原名阮佩儀。佢係華富村大，係家中獨女，曾就讀廣粵堂基粵小學及嘉諾撒聖心書院。中學時期同前立法會議員陳淑莊係同學，會考攞到14分，奪得1B5D1F 嘅成績，之後升到香港理工大學設計系。1994年10月17號，佢入職香港商業電台廣告創作部。1996年，因為聲演周日黃昏嘅搞笑節目《廢話小說》入面嘅阮小儀呢個角色獲得賞識，轉職成為 DK。其後同森美主持《森美變態樂園》獲得肯定。再之後就係長達16年嘅早爆。佢仲參演過唔少影視作品，包括《男親女愛》、《古靈偵探》、《降魔的系列》以及電影《姣幻超人》、《我要做 model》等。由華富村嘅草根女仔，到理大設計系嘅學生，再到商台廣告部嘅職員，最後成為全香港最知名嘅 DJ 之一。佢用咗31年時間，完成咗一場漫長而紮實嘅向上流動。佢儲落千萬身家，買咗薄扶林嘅海景豪宅，卻始終冇忘記自己係邊個。佢喺訪問入面講過一句話：個天好得意，當你冇咗一啲嘢，就會俾第二啲嘢你。20幾歲時失去咗一段7年嘅感情，佢用咗好長時間去醫治自己。30幾歲時喺事業上遭遇重創，節目停播2個月，挺身留職。40幾歲時被人貼上黃金聖女嘅標籤，被全香港嘅人睇住佢單身。50幾歲時爸爸病重，佢第一次感受到生命嘅脆弱。然後係55歲呢一年，佢一次過收翻晒所有嘢。佢辭咗做咗31年嘅電台工，告別咗16年嘅王牌節目。佢嫁咗俾一個令佢可以做翻自己嘅男人。佢住進咗靠自己賺翻嚟嘅海景豪宅。佢轉型做咗 KOL YouTube 頻道3個月突破10萬訂閱。佢參演舞台劇，係另一個舞台上發光發熱。
嗰個曾經係30歲時絕望咁認為過咗30歲就冇人要嘅女仔，終於係55歲呢一年，活成咗所有人羨慕嘅模樣。佢唔再係阮小儀，嗰個係廣播入面嬉笑怒罵，係鏡頭前扮鬼扮馬嘅娛樂圈人物。佢係阮佩儀，一個普通嘅香港女人，一個孝順嘅女，一個幸福嘅老婆，一個冇咗兩隻愛犬但仍然堅強活下去嘅狗主人。人生下半場先至係啱啱開始。